不如去我後邊嗰間茶餐廳啦，港式風味應該唔錯嘅。嗰啲咁嘅冰室、冰廳、茶檔，嗰個名都差唔多嘅，後邊仲要加串英文咁，方式係睇唔明咁，仲要係強調係港式風味，我覺得麻麻地咯。咁食物水準應該唔會差到邊啩？入邊仲有好出名嘅黯然銷魂飯食啊！水準差唔差我就唔知啦，淨係知間間都係黯然銷魂飯，仲要膽聲賣到40-50蚊一碗。叉飯就叉飯啦，加多隻蛋俾到盡，咪22蚊一碗。咁咩而燒咩雲飯啦，咪懶有型靚仔。咁唔食叉飯入去坐下都好啊，裝修都 OK 㗎。唔使入去我都知啊，牆上邊肯定寫有啲粵語三筆字啊、俗語啊、香港街名咁啊。啲街磚咧就復古 feel，啲燈咧就裝到鬼五馬六啊，五顏六色咁啊。咁入去齋飲杯檸檬茶算啦。凍檸茶，間間店都用玻璃杯裝，唔係玻璃杯就鐵杯裝，好似統一咁。有啲咧上面仲放隻熊仔冰，咁都可以接受喎。係可以接受，但荷包唔接受咧，啲價錢十足十，廣東出品，香港價錢貴到死啊！咁啲嘢新鮮好食，貴都正常啫。你知唔知呢啲茶餐廳後廚最多係咩啊？後廚，咁梗係廚師啦。殺我咪鉸剪微波爐雪櫃啊！